我手哦，佮甲分我地下，来哦哈，来领完哦。哦，咱再讲过来哦，这个咱台中的这个人才，啊，今麦话咱台中的这个哦宝贝仔哦，来高姐来，快点来。这个咱南部讲的是大刀哦，咱南部讲的是大刀，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兵器啊，特别宋江镇里面都有哦。那么他们的这个大刀啊，是高雄冈山的这个传承哦。他这个表演者哦，黄先生哦，咱我呢做个好酒退休的咧，不简单哦。搁有南大刀哦，来，过来就是因村吼新闻的这个推销法吼，这是咱大头水啊真重要的一个重镇吼。然后这个是咱刘安泰吼，来刘老师的义门吼，大头水啊义门。